孟信教士傳第5章，漏失中嘅禱告。孟信不斷係被神引領到一啲收割別人冇勞苦嘅果子，以後係一啲見證。第一個，你所站嘅係聖地。佢係嚟到一間東方嘅地氈廠，嗰個老闆係一個基督徒。佢開呢間廠最想係有一班年青人能夠認識耶穌基督，但係佢開咗呢間廠，到佢嗰個年嘅仍然冇一個人得救。佢帶領啲人嚟聚會，工廠可以停工，所以孟教士就安排咗有一日佢哋離開聚會，出咗嚟係20個人左右，都係嗰個基督徒老闆喺佢個禱告冊嘅裏邊不斷禱告，佢為呢啲人禱告。孟教士發覺呢啲莊稼係已經熟咗啦，只不過等收割。從佢哋嘅面嘅上邊可以見到神嘅靈喺佢哋裏邊工作。第一日，孟教士幾乎可以聽到有一句說話，係將你腳上嘅鞋除落嚟，係因為你所站嘅係一個聖地。地氈廠嘅老闆好開心，佢話呢個係我一直以嚟渴慕嘅禱告，就係嗰日佢哋嘅聚會嗰裏邊嘅結果。後來佢能夠帶領呢一班年輕人去參加聚會，係經歷一個奇妙無比嘅甘甜。第二個例子，漏失中嘅禱告，喺一間盲人嘅學校嘅裏邊。孟教士喺北京遇見咗一個以前認識嘅一個宣教士，佢喺北京嘅市郊開咗間盲人嘅學校。佢哋一直嘅祈禱，盼望佢哋能夠得永生。於是孟教士又再去收割別人所勞苦。嗰對宣教士為呢個學校嘅裏邊禱告，佢哋發現佢哋嘅心差唔多已經打開，大家聚喺一齊，圍繞着罪惡恩典喺度，大家一齊談論。孟教士覺得呢一班係不尋常嘅聽眾，一直留心聖靈喺人嘅裏邊嘅工作。高年班嘅老師係第一個得救，佢成為最大嘅幫助。有一個人話：我係個賊，一直係偷人嘅嘢。因為呢句說話好突然，孟教士都唔知道點樣答。孟教士就問：你偷咗邊個人嘅嘢啊？佢話：學校嘅裏邊嘅每一個人。佢話：你係盲嘅，你睇唔到嘅。佢話：我有一個好敏銳嘅聽覺，但係你點知道嗰啲嘢擺喺邊度呢？你又睇唔到。校園外邊有一個深坑，我係將所有偷嚟嘅嘢都放喺嗰度。佢係因為自己嘅罪痛苦不堪，但係最後佢係真正得救。佢喺別人嘅面前求饒恕，
原諒。佢哋每一個都被罪煎熬，有極大嘅需要。嗰個有偷盜癖嘅男仔當日就得咗醫治。有一日嘅早晨，嗰日高年班嘅老師滿懷喜樂嘅嚟到孟教士分享。嗰日晚上，我帶着男孩子一齊禱告，我告訴佢哋救恩係從天跌落嚟嘅救生圈，我哋要緊緊嘅抓住。後來佢獨自嘅返到自己嘅房，覺得自己講嗰番說話，自己好唔開心，悲嘆。後來佢睡着，佢嘅問題居然喺夢嘅裏邊得到答案。佢夢嘅裏邊見到天上伸出一隻大手，嗰啲男孩子都喺嗰度大手嘅裏邊呼喊。佢醒來，見到自己大聲呼喊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隔日佢趕緊對嗰啲男孩子悔改嘅，佢夢嘅裏邊將呢啲異象一一話俾佢哋聽。當佢哋讀到聖經講誰也不能從我手嘅裏邊將佢哋奪去，佢心中喜樂。從此嗰間學校就完全嘅改變一生。第三個案例就係漏失中嘅禱告喺神學院嘅裏邊。嗰個神學院嗰個校長係一個神學嘅博士，但係佢好消沉。佢話呢度冇復興，我哋不如返去。呢啲學生好頭痛，沒有一個例外，因為根本連佢都唔信耶穌係神嘅仔。孟教士就問：你為佢哋禱告過嗎？係啊，我哋每個禮拜都有禱告會嘅。咁我可唔可以參加你個禱告會？可以。嗰個係一個美國好大嘅差會。有3個人嚟過嗰個禱告會嘅裏邊，校長、2個年長嘅女宣教士。禱告會係好枯乾，孟教士不得不同嗰個校長講，禱告係復興不可缺嘅一個條件，係需要一個持續長久嘅。如果你冇呢個持續長久嘅靈性嘅禱告復甦，復興係冇可能。於是孟教士就離開，佢喺路上佢聽到一個好清楚嘅聲音，有人可以為你禱告。當時佢立刻想到喺瑞典嘅朋友，佢將事情話俾佢哋知。但係希望佢哋只能夠為我代禱，但係嗰個禱告喺邊度呢？咁因為佢哋唔能夠從工場嘅裏邊撤退出嚟，所以亦都冇地方用。不過只係喺樓梯底嗰裏邊揾到一個冇窗嘅一個儲物室，嗰度好細好窄，但係勉勉強強係可以用。佢哋用嗰啲旅行箱當凳，幾個人一起走到去嗰個儲物室嗰度一齊祈禱。孟教士因為住得遠，一日只能夠同佢哋禱告一次。校長好高興。有一個晚上，佢哋好似大衛去迎戰哥利亞咁樣，嗰啲學生都好驕傲。當奉命去聽一個女人去講道嘅時候，佢哋都覺得好委屈。後嚟佢哋對佢講，之前佢哋從未聽過一個女人講道，個個都大搖
大擺嘻嘻哈哈嘅嚟到佢嘅面前，好似睇大戲咁樣。聚會結束之後，佢哋一哄而散，佢哋又笑又叫，仲用嗰啲聖經去嘲弄阿孟教士，佢哋嘅聲音好大，連留喺課堂嘅裏面嘅講員都聽得清清楚楚。佢哋實實在在係啲野人嚟。喺呢個喺呢個儲物室嘅裏邊，孟教士先報告聚會嘅情況，然後將禱告嘅人，第一就係啲藐視嘅，嗰啲係帶頭。孟教士形容我從未參加咁嘅禱告會，底下就係一啲內容。孟教士話：主啊，你曾經講過，王嘅心喺個裏邊就好似隴溝上面嘅水，隨你嘅意思轉流。今晚我將呢啲人嘅心交俾你，求你改變。我信你必能夠作成呢件事。我哋讚美你，我哋相信呢幾日必有奇妙嘅事喺呢一個人嘅身上。主啊，如果任何方法都唔能夠使佢回轉，就求你帶佢進入地獄嘅門口，使佢見到地獄要打開，要吞噬佢。呢啲嘅禱告係好冷酷，但係為着嗰個藐視者嘅得救，佢哋逼晒所有一切嘅能力出嚟去禱告。第二個就係嗰個懷疑者，喺個20個學生嘅當中，佢係比較嚴肅，佢乜都懷疑。校長同埋一啲教師嘅名字都喺嗰個禱告嘅名單裏邊被搬出嚟，佢哋忙着得救服侍。第二日嘅晚上，佢哋聚會，校長話俾孟教士先生，孟教士講有個學生病咗，佢唔能夠嚟。但係佢嘅體溫、脈搏一切都正常，係唔需要醫生。出乎意料，孟教士發覺每一個學生都專心聽到。嗰個藐視者似乎唔知點解失去咗佢嘅領導地位，唔知點解。聚會結束之後就冇嗰啲尖尖叫叫嘅聲。當天晚上代禱嘅多咗一個人，就係嗰個生病嘅學生，佢嘅病情似乎越嚟越重，佢係需要耶和華賜下永遠嘅生命，將佢從小喺課單上面犯罪嘅一帶到佢嘅面前，好等佢知道佢嘅罪，以至到佢能夠同神你和好，能夠同人和好。求你將嗰把兩刃嘅劍放喺佢嘅心裏邊，使佢傷痛。呢個就係佢哋當日述禱告嘅內容。再隔咗一晚聚會啦，見唔到有任何嘲笑嘅表情。嗰個病倒嘅學生瞓咗一日，但係佢仍然嚟參加呢個聚會。結束之後，一位學生企起嚟，希望俾嗰個機會佢哋喺眾同學嘅面前講一啲嘢。佢就講：你哋都叫我做蠍子，唔係冇道理嘅。呢個愛好好適合我。我喺呢幾日得咗一個怪病，神呼召我嚟到呢個審判台前。你哋都知道我嘅情況，我親自要講出嚟。我讓你哋知道我清楚嘅面目。佢一路將佢嘅嘢講出嚟。佢對着所有嘅同學一一提名，向佢哋承認所做嘅壞事，偷過佢哋錢，
偷過佢哋嘅書，偷過佢哋單車，偷過佢哋好多嘅嘢。佢答應每一個人，佢偷過嘅，佢賠償佢嘅損失。蠍子嘅尾巴已經冇毒啦，佢毫無保留嘅將佢自己醜陋嘅講出嚟。呢個係神嘅靈帶領嘅悔改認罪。佢說話嘅時候，面色一片慘白，甚至佢返到自己嘅座位嗰裏邊都有氣冇力。整個會堂寂寂無聲，其他嘅學生聽到好驚訝嘅，嚟到佢嘅面前圍成一個圈，連老師都驚訝，唔敢信當晚所發生嘅事。嗰晚聚會之後，蠍子得救，跪喺上面敬拜嗰個為罪人稱義嘅神。許多學生離開嗰個會議廳嘅時候，佢嚟到講員嘅面前，好親切嘅握佢嘅手，安靜嘅離開。佢哋行上樓梯，連樓梯都冇聲。嗰個係嗰個儲物室禱告嘅裏面嘅第一次嘅勝利。一位剛嚟神學院履新嘅瑞典年輕宣教士，第一次嚟嘅時候，佢一踏進嗰個前廳，佢以為佢自己走錯咗地方。當時冇人，佢只係覺得成個前廳所有氣氛唔同咗，不過唔同佢以前嘅地方，佢唔知發生咗咩事。接下去嗰晚，學生都打開佢心靈，接受神嘅說話。佢哋聽到嗰個得救學生所嘅見證，前一晚感動佢哋嘅。佢話我從前係盲嘅，而家我能夠真係看見，我得救脫離一切罪，係因為呢個救主耶穌動咗善功，佢必成全。原本我有一個好重嘅罪壓住我個良知，我個罪都被塗抹。佢最後講，呢個係神俾我嘅機會，你哋冇一個人能夠逃避耶穌嘅罪，嗰個榮耀，嗰個罪嘅審判。接落嚟嘅幾日，嗰個儲物室嗰個禱告，個個都忙得不可開交。病人需要幫助，第一個嚟就係嗰個疑惑者。佢話要我相信耶穌世上最好嘅係冇可能嘅，但係你相信神嗎？係啊，我從來冇懷疑過。咁你相信佢所講嘅一切都真嗎？好似聖經記載嘅，我當然相信。但係我問題唔喺呢一度。於是有一個人第一本聖經俾佢，路加3章21、22節，同埋馬太17章5節。你係我愛子，我喜悅你。你係我愛子，我喜悅。你哋要聽他。當佢讀到呢段經文，好長嘅，安靜坐喺嗰度，好不安。突然間奇蹟發生咗，聖靈使呢一句神嘅說話喺佢心裏邊活出嚟。佢閉上眼睛坐咗好耐，有人嚟敲門。但係佢話唔好嚟搞我，我坐喺神嘅面前。啲人就讓佢繼續嘅坐喺嗰度。慢慢當佢離開嗰個時間，佢變咗另一個人。後來聽佢講，你哋要聽他。呢個就係佢所理解嗰個福音嘅信息。接落嚟第三個係嗰個藐視者，佢話呢幾日真係好可怕。我哋嘅神係滿憐憫嘅，佢接受嗰
嗰啲苦難係要救我哋。我係被帶到嗰個地獄嘅門口，看到我所認識嘅人喺嗰度呻吟痛苦。主耶穌要救我脫離嗰個陰間。對一個好驕傲嘅人嚟講，要佢認呢啲嘅罪係唔容易，但係佢好真誠，佢亦都親身嘅經歷咗神兒子嘅寶血嘅潔淨，佢唔再犯罪，佢唔再不敬虔。當幾年之後孟教士再遇見佢，佢親口講，當佢清楚得救之後，佢就以往用學生嘅身份到各教會去求一一嘅赦免。佢告訴佢哋，以前你哋講道嗰啲人係固執不敬虔嘅，從此係佢哋好多學生都改變咗。呢一班嘅野人一個個係被改變，但係似乎仲有3個係不為行動所改變。後來孟教士聽到嗰啲得人如漁夫嘅人嗰啲嘅消息，佢好興奮。主係用嗰啲有膽量、有信心、願意代禱嘅勇士，帶下聖靈嘅工作，係為罪、為義、為審判。如果你冇呢啲嘅代禱，呢啲一切唔會發生。呢啲係見證我哋係與神同工。當孟教士喺北京住咗10個月，佢同佢熟悉嘅山西嘅 S.R. 一同去山西。L.M. 先係抵達山西，成立咗幾個復興禱告會。L.M. 講：我哋喺煙台為復興禱告已經開始有結果啦。L.M. 嘅服侍嘅區域有一個禮拜嘅特會，一日2堂。L.M. 喺回憶錄講，許多人喺神嘅面前認罪，親身經歷呢個救恩釋放，見到神嘅靈嘅工作，令人啜啜稱奇。L.M. 亦都後來參加 S.R. 嘅工作嘅聚會，佢講喺呢個大教會裏邊，好多人被聖靈更新，佢悔改信主。好多人唔能夠食嘅，唔能夠瞓嘅，但係佢個重擔被救主卸下，得自由。有人就會問咩嘅重生？佢答案：你重生咗，你就知道乜嘢叫做重生。經過咗徹夜無眠嘅禱告，佢開始知話：我知道乜嘢叫做重生。S.R. 敘述嗰次聚會嘅情況，我哋有一間好大嘅教堂，但冇屬靈嘅生命。可能真係有一啲真實得救嘅，但係我哋盼望更大嘅事，因為我哋每日喺教會裏邊嘅領袖一起禱告，已經禱告咗4年。我哋知道復興必須由我哋呢一班神嘅僕人嘅裏邊開始，為了讓活水一直嘅湧流，我哋要多人被破碎、被潔淨、被神恩待。神答應我哋喺我哋當中行奇事作為。我哋邀請嗰啲婦女嚟參加聚會，約有100人左右，佢哋都係預備好嚟朝見神。神冇使佢哋失望，佢哋每個都為自己嘅罪痛悔，經歷咗靈魂嘅得救。讚美神！
當時人最大心裏邊嘅疑問係咩呢？我係咪重生咗咯？我係咪重生咗咯？嗰陣時，所有嘅教會領袖都被聖靈搜尋，直到每一個人確切嘅係真係同神有一個生命嘅和諧，跟住係一個喜樂，不可言喻嘅喜樂。一個黃長老全心感恩嘅講：我哋喺呢間新嘅教會，復興已經發生喺我哋呢一度，係甚至發生喺我哋鄰近區域。嗰啲得救嘅人剛剛經歷聖靈嘅更新，呢度聚會成為別人最大嘅祝福。跟住來係一個大嘅豐收。孟教士同埋嗰個挪威尼嘅 SRLM 到山西好多工場服侍，包括北京嗰個瑞典嘅教士同著名嘅 Albert Landy 嘅工場，佢哋嘅成果係難以估計。佢哋每到一個地方，佢哋將第一日分別出嚟與當地嘅宣教士一同祈禱、交通，彼此提醒唔好摧殘未成熟嘅果，亦都單獨嘅同中國嘅領袖有個別嘅交通。孟教士喺復興嚟臨之前就離開，但係確信復興必定來臨。嗰啲留低落嚟嘅人係努力不懈嘅，直到莊稼成熟收割。通常喺2-3日復興之後開始臨到。各地能有咁樣嘅復興，有一個共同嘅質素，就係宣教士深信關心教會屬靈嘅光景，並禱告，神就要喺當中工作。喺禱告當中蒙答允，冇一個人唔覺得佢係超過佢所想所求。好多嘅篇幅記載呢啲嘢，其中孟教士收到。我哋覺得復興嘅日子滿足啦，決定喺12月26日有一連串嘅聚會，你可以嚟咩？孟教士期望嗰個信，於是佢哋去到嗰笪地方。聚會嘅第一堂係聖誕節晚上嘅聚會，好多人係長途跋涉，係十分疲倦嘅嚟到呢度，但係聖靈嘅能力喺大會當中運行，好多人都有個敬畏主嘅心。聚會不久，一位女傳道跑嚟，抵達呢個營就開始有一種畏懼。佢哋商量明佢一早要走，於是佢哋一齊禱告，直到深夜，確信神聽到佢嘅禱告，復興嚟到。第二日一早，孟教士仲未起床，嗰個女傳道出嚟，佢話琴晚佢學落咗場大雪，佢哋唔能夠走。早上教會擠滿咗人，一開始眾人就覺得聖靈係用神嘅說話。有一個人事後回憶，每一句說話都好似錘咁樣打我心。就算到夜間，嗰啲訊息仍然喺我耳朵裏邊回響。一個年輕教師講，會前佢係被復興所需要嘅畏懼充滿。我到達呢個禱告會中，特別係祈求嗰啲聚會嘅人能夠平安嘅到達。佢拼命嘅默禱，一啲意外事攔咗我哋前去嘅，要挪走。佢哋一面禱告，一面禱告。呢個係被視為冇希望嘅教會，但當佢哋一路嘅禱告，終於見到神答應佢哋嘅禱告。有一位男子跑到台前，當眾脫上佢嘅上衣，佢背上有好多嘅傷痕。佢話：我好多次被毒打，要承認我所犯過嘅罪。佢哋點樣打，我都一概死賴不認。但係而家聖靈
嚟到佢仲犀利嗰啲鞭子嗰啲棍，我承認我每一樣嘅罪。當地嘅傳道人深知道教會嘅光景，佢哋亦都知道好大嘅試煉。而家神嘅靈係藉着聖經對佢哋講嘢，佢哋見到自己真實嘅光景，就同嗰啲被管教嘅人一齊嚟到面前求神幫助。原來前面提到嗰個年輕教師係佢個女婿，佢哋彼此怨恨，從不同對方講嘢。嗰個年輕教師唔待聖靈用利劍去刺透佢嘅，就喺神嘅面前生一個畏懼信服嘅心。佢成為一個偉大醫人嘅教師。佢話：我係一個假冒為善嘅老師同埋信徒，但係我真正得救，我有好多嘅罪，我需要承認。佢一路講，一路喊，一路講，一路喊。佢冇自憐，佢係極度嘅羞恥。佢跟住就講：每一次岳父從我身邊行過，我就站住不動，等佢走遠咗，我就吐口水詛咒佢。但嗰晚佢哋二人願意同對方和好，佢哋都笑逐顏開。好多個信徒學生都蒙福，流出平安喜樂嘅笑容。一位60、70歲嘅長者就話俾孟教士聽：許多人得救，你點知？喺佢哋嘅面上清清楚楚。神係看人嘅內心，內心嘅變化變咗出嚟，就喺佢面上嘅表情表達出嚟。罪唔見咗啦，因為佢哋內心平安，佢哋承認自己嘅罪，佢有一個新嘅心。所以我都要認罪。講完咗，呢個長者就跪落嚟禱告，係一個完全冇生命嘅禱告。孟教士就問：你諗住咁樣神就可以同你和好咩？佢坐低咗，唔出聲，一段時間慢慢就離開咗。第二日佢就再嚟，佢同孟教士講：我唔夠真誠，你向神講嘢，我可以到外面去啊，你同神講啦，唔關我事。嗰個長者話：唔需要，我要認罪，係要一個證人。呢一次佢真係認罪。孟教士同佢一齊讀神嘅應許，佢滿心平安，面上喜樂嘅亮光。隨後佢對庭中嘅每一個房間帶出呼喊：奴隸已經被釋放，耶穌已經擔當我所有嘅罪。佢唱出高歌讚美神。第6章，神嘅泥溝耕人甚深。1929年4月，孟教士訪問咗幾位喺煙台嘅美國嘅朋友。幾年嚟，佢哋一直為山東復興祈禱。佢哋相信時間到咗，所以佢特別安排一啲聚會，孟教士都去。佢哋喺山東途中計劃被迫改變，因為孟教士喺嗰啲海盜被擄去23日嘅裏邊，聚會只有延期。喺海盜23日嘅裏邊，孟教士冇去山東，佢係去咗滿洲。佢探訪嗰啲丹麥嘅朋友，第一次去東北，匆匆忙忙，
只係參觀咗2笪地方，不過卻係為將來嘅事鋪路。佢哋遇見咗挪威籍嘅宣教士 M.R. 佢哋每一笪地方帶到嗰度極大嘅影響。孟教士覺得能夠盼望聖靈嘅工作嘅丹麥教士令人喜樂。佢哋當中有一個講，還未有宣教工場之前，佢有一種好強烈嘅感受，覺得而家嘅基督徒同新約嘅基督徒完全兩樣。呢個亦都係好多人嘅想法，但係呢種感覺等到佢去咗滿洲之後，佢就更加強烈。佢為此禱告，佢所遇見嘅係羞辱、孤單同灰心，好像神唔會用佢，神確實係用佢嘅兒女。佢甚至冇勇氣返家鄉重拾教鞭，佢只係想去當一個農夫。原來神係將佢倒空，將佢充滿。原來呢種嘅經歷，好多嘅宣教士都有同樣咁嘅經歷。呢啲經歷係復興嘅一切嘅成熟嘅條件，係因為聖經講，一切有血氣嘅喺神嘅面前都不能夠自誇。呢一班曾經被自己判斷係不能被神所用嘅一啲宣教士嘅經歷，係無數宣教士嘅經歷。當時有一個萬念俱灰嘅女宣教士講，神帶領佢走過林前1章24、27至到28節，神揀選嗰啲世上愚拙嘅，叫有智慧嘅羞愧；世上軟弱嘅，叫嗰啲強壯羞愧；卑賤嘅、被人厭惡嘅、無有嘅，係要廢掉嗰啲有嘅。羅馬書8章17節，既係兒女，便係後嗣，係神嘅後嗣，係與基督同作後嗣。加拉太書3章13、14，基督既為我哋受咗咒詛，就贖出我哋脫離律法嘅咒詛，因為經上記着，凡掛喺木頭上面嘅都係被詛咒，便叫亞伯拉罕嘅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哋因信得所稱許嘅聖靈。神喺3個月之後將呢啲說話賜俾呢個女宣教士，佢領受咗，佢冇懷疑到。神賜俾佢嘅係10年之間嘅靈魂嘅大收割，而唔係一個殘酷嘅事實，一事無成、無功而還，乜都做唔到嘅一個廢人。喺呢啲丹麥嘅宣教士嘅裏邊，孟教士發現有一啲人同佢哋一樣，佢哋忘記咗神喺韓國瀋陽嘅作為，佢哋喺極度沮喪嘅裏邊仍然祈禱，盼望神嘅工作臨到。第一次到東北嘅時間，孟教士有一個特殊嘅印象，東北教會嘅領袖，尤其是當地嘅基督徒，佢哋講嘢好似南方嘅講員。有位當地嘅信徒講，我哋嘅宣教士講我哋嘅言語。漢人同滿人係唔同嘅族類，滿人個子比較高大，亦都易引比較驕傲。但佢嚟到滿洲就不一樣，佢剛剛脫離海盜，佢同當地嘅宣教士一齊嘅交談，佢喺滿洲嘅釋放，喺呢次訪問嘅裏邊，丹麥朋友所經歷嘅事係記錄落嚟，刊喺1929年6月嘅宣教雜誌《Danish Missionary Board》上面寫住
主係施大行嘅拯救。喺咁多事嘅裏邊，孟教士佢永遠唔能夠忘記一個男子嚟到問，可唔可以幫助佢個樣？神嘅泥溝耕人甚深，有一位教會嘅牧師被神模成一個合神心意嘅器皿，有一位姊妹遇見咗主就被改變，簡直判若兩人。佢帶領許多人靈魂歸主。光喺城個裏邊嘅教會，好多人就成為一個活生生嘅見證。當神倒空佢嘅僕人，充滿咗神自己，就神答應呢啲嘅禱告，讓孟教士見到呢啲嘅一切。嗰位宣教士又提到另一個聚會嘅地方，呢度個光景同我以前嘅光景一樣，眾人不論男女老少，都為罪憂傷，跪喺神面前祈求赦免。一位丹麥籍嘅教師喺1929年嗰裏面講，寫低我哋嘅禱告得咗應允，神嘅復興已經嚟到。有兩個特徵，一個就係人認罪悔改，一個係人驚動心弦嘅見證。另一位喺1929年10月份嘅 Danish Missionary Board Society 嘅雜誌嗰裏邊講，喺我抵達之前已經聽聞咗好幾個女傭工同所服侍工場嘅復興，但係當神所作嘅係遠超咗我所想象。聚會嘅90幾個當人當中，幾乎每一個都領受咗主耶穌嘅救恩。有另一個喺另一個聚會嘅時候，我見到前所未有嘅場景，神嘅靈運行喺人嘅心嘅裏邊，使人認罪悔改，就好似水閘打開，個個都認罪，佢唔理究竟邊個喺度。我實在感謝神，因為神喺人嘅心嘅裏邊工作。呢個 Danish Missionary Society 嘅主編，佢喺1930年2月嗰度講，喺 D 市嘅第一個聚會 ，CH 就認罪悔改，之後佢被神大大嘅使用，得救嘅人一直嘅街教會嘅裏邊，喺 T 市嘅裏邊，好多傳道人都有生命新嘅改變。好多人得救，復興嘅火不斷嘅連漫，去到嗰啲飢渴慕義渴慕嘅人嘅心裏邊。到底喺中國可以發生咩事？我哋毫不猶豫嘅用《使徒行傳》彼得5旬節所講，神話我要將我嘅靈澆灌凡有血氣。有好多宣教士都得到啲新嘅經歷，將自己完完全全嘅奉獻俾神。喺主嘅裏邊，佢哋揾到佢哋生命嘅力量。呢啲丹麥宣教士嘅服侍嘅工作喺東北嘅東部，莊稼已經熟咗，主差好多個忠心有恩賜嘅中國傳道人去收割。其中一個叫 Louis Hope， 佢為咗福音嘅緣故受咗好多苦。唔知道佢係咪被算配得榮耀嘅人？佢而家係咪喺天家？我哋都唔知。喺1929年，當孟教士到滿洲旅順港帶領聚會嘅時候，清楚知道夏天佢要去北大河。北大河係一個度假勝地，佢明白神差佢去北大河講道，佢大吃一驚，因為佢覺得佢唔適合。但係到最後佢就講：如果你就去我，你就要我去，求你安排一切，我真係唔敢自己自把自為。一個星期之後，北大河夏令會嘅幾位同工寫信嚟邀請佢，其中一個負責人嗰個女宣教士喺煙台認識佢，佢好渴望孟教士能夠帶嚟復興，
起初嘅時候，佢唔係好喜歡，唯一嘅安慰就係神，佢係神，佢唔好似我哋咁樣。但係佢係有感動服侍，但係佢自己唔係好喜歡。火車深夜抵達，係一個剛嚟工場服侍嘅宣教士接待佢。佢係一個精明嘅一個美國人，認識冇幾耐就開始批評孟教士係啲老式嘅女人。未揭腳，佢就公開表明我唔會同呢個孟教士來往。一位宣教領袖，佢因某種嘅原因同餐嘅時候同孟教士坐喺隔離，佢就好似嗰個美國宣教士一樣，有同樣嘅看法，佢唔想同孟教士往來，因為孟教士覺得佢就好似一隻鷹坐喺一班麻雀嘅隔離。呢啲宣教士好有名望，係禱告嘅人，佢發覺神係特意修剪呢啲麻雀，不留餘地，佢冇反抗，為自己辯護過一句。佢最需要嘅時間開始，佢代禱者成為佢唯一嘅幫助。孟教士嘅分配係第一個早上，交通嘅主題係由佢自己決定。嗰個修剪翅膀嘅人就坐喺右邊前排嘅位置上面，佢只係同佢隔一兩張椅。第一堂聚會結束嘅前面，孟教士覺得佢呢個人就好似個喜馬拉雅山咁高，嗰啲信息完全冇法子去到後邊，係因為有一座喜馬拉雅山係凍結並且擋住晒所有嘅信息。因為咁樣，佢同幾位同事一齊禱告，希望嗰個喜馬拉雅山一日一日嘅變小。佢哋終於發覺有一日令人唔能夠相信嘅事，就係嗰個山真係唔見咗，嗰個人係喺度。喺會堂外邊，嗰個修剪翅膀嘅人站喺一根柱嘅旁邊，佢進前來。我想話俾你知，神藉着我哋所領受嘅信息祝福咗我。佢提到馬太福音18章19節，你哋當中略果有兩個人喺地上同心合意求乜嘢，我天上嘅父必為佢成全。並且問佢是否一起禱告。嗰日之後，佢哋有幾次一齊禱告，神最敬虔可愛嘅兒女都可能犯錯，但係神係恩待，但係亦都訓練我哋。佢知道我哋嘅本體思念，我哋不過係出於塵土。嗰次聚會之後，主讓佢暫時離開講台，帶領佢從事另一啲工作。整日佢忙喺嗰啲宣教士嘅啲聚會嘅裏邊。剛到工場嘅負責嘅男女宣教士都幾乎冇時間食飯，只有一次偷空跑到領袖家嗰裏邊，去海灘嗰裏邊浸下水，浸下海水，同佢一齊傾偈嗰啲宣教士都只有一個共同嘅點，就係佢哋覺得好灰心，神所交託嘅事佢哋一啲都做唔到。但係唯一令佢哋留低嘅就係呢個係神嘅呼召，呢個係好神聖，我唔能夠甩。呢啲一切係開始解答咗孟教士佢心裏邊嘅疑問。
佢點解佢初嚟唔係去教會佢哋去學校裏邊工作，而係做一個拓荒嘅傳道人？呢啲宣教士嘅當中嘅經歷係佢早年拓荒嘅經歷，佢被遭遇無數嘅打擊、痛苦試煉，成為今日佢行出嘅路嘅一個路人。佢能夠向佢哋保證佢哋嘅工作，神嘅靈喺呢啲充電嘅日子嘅裏邊當中，係一個奇妙嘅復興嘅禱告。佢哋彼此嘅交談，一起嘅禱告，喺樹叢、喺岩石、喺房間，呢啲經過咗禱告復興嘅宣教士，再返到佢哋工場，就將復興聯合禱告擺第一位。佢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將呢啲忽視。漸漸佢哋同中國嘅同工一起交通禱告，喺自己嘅宣教工場鄰近帶起復興，就好似馬太福音18章19節，無論你哋兩三個人地上同心合意禱告乜嘢，我天上父必為佢成全。由於嗰個海盜嘅事件，使佢去山東嘅時間遲咗好多。1929年秋天，佢再度拜訪幾位喺煙台美南浸信會嘅宣教士，佢哋一啲腳踏實地、訓練良好、敬虔熱誠嘅啲宣教士，佢哋為復興祈禱多年。孟教士覺得結實嘅果場開始要收割。聚會幾日之後，有一位宣教士病咗。後來大家先知道嗰一晚佢獨自喺個房裏面求經歷神嘅和好而得蒙救恩。今日早會佢特別要求見證，佢嘅見證十分感人，好多人都喺在場見證之後，人群散去，佢哋喺聚會談論一啲不可能嘅事。嗰個宣教士公認係最好嘅，點解而家先至經歷嗰個救恩？佢哋都唔係好明，但呢個只能夠佢先至有答案。佢嘅答案亦都好簡單。佢第一次喺佈道會裏面舉手，就咁舉手，但佢冇得到呢個生命。但喺呢一次，佢同神摔跤，佢先至開始得呢個永遠嘅生命。係照約翰福音1章12節，凡接待佢嘅人就係信佢嘅名，佢就賜俾佢哋權柄作神嘅兒女。喺呢一次，佢係主動嘅接受咗主耶穌。一位年長嘅宣教士深受感動。我記得學生嘅時候情況就係咁樣，我經歷嗰啲復興，而家我係另一次再經歷復興嘅開端。另一位宣教士 M. Crawford 喺1933年出版嘅一本《山東大復興》嘅書嗰裏邊講到，復興起於禱告。呢個復興係帶進1925年早期嘅動盪不安，讓我哋喺教會嘅裏邊嘅工作，我哋清清楚楚嗰啲係草木和諧，但係祝福已經臨到教會，呢個係肯定嘅祝福。聚會裏邊冇情緒化嘅表現，只係好似約翰福音第16章8節，聖靈來係為罪、為義、為審判，叫人許多經歷認罪悔改。同一本書都節錄咗一個工人喺1932年復興嘅禱告，佢點樣記載？我哋喺聚會嗰裏邊係見到前所未有嘅神嘅能力，特別嘅喺禱告聚會嗰裏邊出嚟，因為罪、憂傷、痛悔、認罪，佢哋得着極大嘅喜樂。一位大學教授1929年得救，因為咁好多學生都經歷奇妙嘅事。
宣教士、牧師、信徒對現狀不滿，都被聖靈更新，被聖靈充滿。孟教士到唔同嘅工場訪問，充滿咗奇妙嘅經歷。佢實在覺得藉着信不止息嘅禱告，凡事預備好，人開始接受神嘅工作。嗰本書另外一段就講到，喺黃縣嘅神學院同埋聖經學院亦都蒙咗極大嘅祝福，教員得到幫助，整個教會更新。醫院嘅裏邊好多職員得救，被聖靈充滿，喺濟靈，眾人同心合意，從所未有嘅。呢一年孟教士覺得佢被帶到屬靈嘅高峰。喺萊州，佢享受豐盛嘅恩典，呢啲奇妙嘅新經歷係不能夠用口講得清楚。喺平道得救靈魂不斷增加，據估計單喺呢一年就增加咗3000個信徒。當地教會嘅情況差不多，呢啲工作有多少能夠永遠，我哋唔清楚，但各地教會都注入咗新嘅生命、新嘅力量。許多職員仇恨得咗和好，好多嘅靈魂成為禱告得人嘅人，好多人都離鄉去尋找迷失嘅羔羊。孟教士到咗青島，嗰度擠滿咗渴慕嘅群眾，見到好多嘅果實，一類一類嘅承認佢哋嘅罪悔改，呢啲實在太奇妙。有一個廚師流淚嘅滿面嘅站喺廚房，向佢個女主人承認佢以前係點樣欺哄呢個女主人，而呢個宣教士嘅女主人亦都求佢，係因為佢自己一直嘅疏忽，俾佢好多試探嘅機會，亦都求佢原諒。佢哋彼此嘅認罪，同享喜樂。呢度暫時要講到嘅就係咁多。